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仁德一间工厂，差一点啊发生着意外。一个工人咧搬钢条，互电着，上恐怖的是电着的瞬间，工人的双手互钢条连掉咧，安怎拔就是拔袂开。加在其他的工人赶紧甲电源关掉，才总算平安无代志。也毋过当时明明有挂手套，为什么也是会发生着意外呢？物理老师讲，真有可能是当时的电流已经超磅，制载袂调。工厂的工作人员挂手笼，压落要搬铁机啊，想袂到。铁机啊，甲伊的双手磕条条，工作人员哪跳哪休，索落一点也无效果。当时看到真着急，用骹要甲撞开，毋过嘛是无效，落尾将电关掉，才化解危机。无安那嘛吼，人无安怎啦？你做工课啊？代志都发生伫台南仁德的一间工厂，当时工作人员已经挂手笼，想袂到也是放电着。加在当时虽将电关起来，才无代志。毋过拢已经挂手笼啊，是安怎可以出意外咧？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找身边的像是可能木棍啊等等的长的物体哦，尽量远离这个地方，而且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地上有没有水滩等等的情况。戴着绝缘手套的时候，你用手背去碰，这样子触电会收缩，反而就不会把物体抓住。可是你这样子碰的时候呢？你的触电的时候就会收缩，就把东西抓得很紧，放不开。物理老师讲，就算挂手笼，也无一定会当完全绝电。电压若到前方，制载袂调，都有可能会发生意外。建议用手盘去接触物体，会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